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铁太鲁过河的事故，造成重大的死伤。追究责任，这内政部长徐国勇确定，跳事的包商李义雄违法来兼任着其他工地主任，将要来处罚。啊，内政部嘛来补破网，会伫1个月内建置自动客闸系统。另外，这2天有民间的团体慰留着交通部长林佳龙，请伊要来辞职。国民党的立委来点名。就是这个交通部的主任秘书黄浩庭，讲就是伊下令所属的团体来发动着慰留的行动，啊人唔敢来违抗，只好来照办。不过林佳龙下晡来证实，已经入去办公室收物件咯，真艰辛要死咯。林佳龙到底什么时候要走？苏贞昌为什么还有脸赖着不走？交通部长林佳龙伫太鲁过河事故发生了离职，不过也未落台。国民党的立委过来压了，相关的民间团体开始上演慰留大戏，而背后的导演就是部长的主任秘书。讲是交通部主任秘书黄浩庭运作民间团体慰留。过去黄浩庭是林佳龙做台中市长的劳工局长，后来洪选做交通部20年以来第1位主任秘书。为了袁世凯要当总统，在那边发个筹安会，现在的筹安会的名字改名字了，叫黄和庭。会出来慰留林佳龙。称赞林佳龙，这已经不是恶心可以形容了，这是毫无人性、无耻。不过，国民党的立委提不出证据。外团林佳龙办公室已经把物件拢收好，内政部嘛要追究调事包商李义雄违法兼任工地主任。把兼任其他工地主任嘛，那这个确定了哈。那这个业主，也就是说工程单位可以予以处罚。内政部按算1个月以来开发工地主任资料自动客载系统，若是有兼任工地主任的状况，就会提出警示，让相关单位会使来调查，嘛避免悲剧搁一摆发生。